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咱好朋友、少年朋友伫咧研究台语、学台语，有当阵啊，爱甲华语切互明、分互开。古前啊，你咧讲啥？有诶用词，华语甲台语意思有牵连，毋过毋是100%完全相像，应用无共款。来。古前讲头一句，5月初咱知影做劳动节，这两字伫华语，唯一就是表示讲做工仔人、趁食人、食头路人、劳动，这是一款名词。啊，毋过若台语当作动词咧用的时阵，来哦，我甲你劳动一下，就是华语咧讲的劳者。我甲你拜托，甲你养一下，叫做劳动啦。安尼甲华语用途就无共哦。华语足少咧讲我来劳动你。较无现代的华语无啥咧讲安尼哦，拢讲国情头拄啊举例劳者，但是台语定咧讲劳动。你互我养一个好无？解文说你爱看好无？好朋友，阮足认真做呢，互我劳动时间到，电视甲转落。国情啊，莫阁讲啊啦，对初一讲来到15，逐工咧甲我提醒啦，对毋？啊，国情就爱你看节目，莫讲甲你拜托。有时啊嘛，甲你拗慢，讲人咧卖兄弟茶，我咧做兄弟节目，家己自己咧转好看，当作互我养，互我阿爸，互我拗慢，安尼合做兄弟节目。过前啊，莫阁提醒啊啦，我时间到拢有转落啦。你较讲就讲袂翻车，讲着即句讲袂翻车的翻车。台语甲华语意思差一个10长差9笑就对啊。过前敢有遐含差甲10长？我讲含的，人一般拢讲1长差9笑，但是差有9远的啦。因为翻车，大家咧讲袂翻车，有人讲袂春车，就是讲袂冰袂变。已经知啊啦，毋免阁讲啊啦。甲你讲毋免安尼，初一讲、初二讲、初三讲，你较讲就袂翻车，一再伫咧甲我重复甲提醒。毋过华语照即两字，敢若一个解说。古前头拄啊讲10长差9笑，我讲较含的，就是华语即两字翻车。独干那一个解说，就是交通意外尔，无别种解说。所以华语无咧讲讲不翻车，无哦。过来，共款意思要挖，毋过台语应用甲华语无共。搁一个例就是冤家，华语的冤家，若毋是咧讲冤仇人，啊若无是男女恋爱的时阵咧讲西南的话，冤家。毋过台语若当作动词，冤家就是闭枪要输赢，安尼叫做冤家。华语无即个动词的用途，无讲吼，我们来冤家无哦。唯就是名词咧应用了，所以华语有华语的款，啊台语无共款，这正就是咱的台湾款。